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19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来关心参谋总长陈宝仪上将要被退休啊。国防部即马是表示，经过总统核定，新的参谋总长会由海军司令部司令梅家秋上将来接，调任案5月7日生效。总统核定国军上将职务调整，国防部参谋本部上将参谋总长由海军司令部司令梅家苏上将调任，海军司令部上将司令由国防部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邓华中将调任，同时进任海军2级上将。另外，总统府上将战略顾问由国防部军备副部长王信良上将调任，国防部上将军备副部长由陆军司令部司令齐安普上将调任，陆军司令部上将司令由陆军司令部副司令江树平中将调任，同时进任陆军2级上将。新任参谋总长梅家苏是海军挂校74年班、海院9空2班。战役95年班，捌做过军备局长、国防部常务处长、海军副司令、副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执行官，一直去年6月才升任海军司令。这摆这参谋总长被看作是大乌马。记者综合报道。最新天气，今仔日有一波春雨会到位。今仔日方面，我见咱台湾的西半部澎湖、金门、马祖会落春雨，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甲明仔，咱会受方面的影响，雨会愈来愈粗，尤其是山区雨嘛较大。这波春雨会落3天。另外，因为西南风增强，所以伫东南部今仔日会透小风。整体来看，花莲、台东高温是有机会降悬到36度以上。气象局伫早起嘛有针对东南部发布高温的提醒。若其他所在是早暗会较凉，低温今仔日是21度至25度。若日是高温，今仔日有30度至34度。今日下晡就春雨会到位，气象专家是表示，下暗到明仔雨浪会较粗，影响就会较明显。这对解决考旱有小可帮助，因为即阵中南部欠水，有几内水库已经强要大底啊，亲像湛文水库即马敢若剩1成，石门水库的欠水率嘛剩无4成。泉水一直问出来，家长带囡仔来遮耍水，想要凉一下。不少人会来高雄龙岩热泉，不过离顶届有水已经至少1年前，搁加即届真久无落雨，难得看搁出泉。我家那个洗卡，那个洗手啊。明天、后天大概2、3天会下雨，看看这边能不能稍微解渴一些。大气气的现象嘛，出现伫高雄月世界，底下来敢若靠落雨才有水。即马大范围比起，本来原来是生做安尼，对比较早，即马真正差真济。不过高雄水利局是讲水情抑阁会当控制。它就是靠下雨，然后我们如果滞洪以后才排到另外的排水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它没有水也是算很正常的啊。工作人员找到水表开始甲封起来，因为水情真暗。台南市政府针对每个月用水1000度以上的大户，要求节水率爱10%。不过有359间无遵守，拢互人强制限水。用水爱真计较，因为即马看国内水库即时水情，南澳水库甲南潭水库欠水率落破3成，闸门水库搁较少，敢若剩1成。那中南部水情真暗，连石门水库欠水率嘛降到3成9。还有竹排的掠鱼，掠偌济算偌济。不过，石门水库水位一直降低，无水鱼都唔入来，甚至起水库进前的地景阿母坪、土地公庙、头部桥顶拢显伫水面，水情无乐观，冲击渔民的生活。来当地观光的人恐惊嘛会减少。这阵子的极端气候真的是3、4年就可能看到酋长石了。迄长济先是北未去哦，水大上好咧啊，即马上肥的时阵。水情一直出现警讯，尤其中南部酷旱严重，大家拢伫等什么时阵雨会来伫断潮时。封面的影响应该是在19号的深夜到20号的清晨一大早，封面的影响才会真正是最明显的时间点。目前水资源相对是比较匮乏的中南部地区，应该算是不无小补啊。气象专家分析，春雨为19开始连续落3天，有希望替水库积水大，尾仔就会变烧热稳定的天气。气象局是预估，上紧也是要听候到5月底，黄霜雨到台湾了后，才会当予水库欠水率搁变正常。记者综合报道。
那金门昨早是大停电，因为塔山发电厂配电的变压器熊熊跳掉，致使金门有要9000户失电。停电是停21分钟，唔但影响民生用电，小三通的码头嘛受影响，大约有200个旅客受延误。小三通的旅客赶大包细包行李拢徛伫码头等，因为金门西半岛地区，包括金陵、金城这个所在，今日早起10点发生无预警停电，冲击小三通码头营运，差不多有200外旅客通关受阻碍。灯转产业影响，连那个移民署，还有我们3个单位的那个人数查验都无法落实。港务处这个部分有3台发电机，那有2台是正常启动的。另外一台发电机因为台电重复的送电的影响，所以启动保护装置，所以没办法及时启动。那这个部分我们在晚上的话，会再做一个送电的测试。这个停电造成小三通无法度开票，包括通关甲上船查验拢受影响。好在工作人员也会当维持现场秩序。统计停电拢总造成当地8993用户无电通用，包含消防局这单位，因为停电爱用网的作业，道联路的青红灯嘛，因为安尼拢失去。这个区过去都没有。对啊。然后前面那个又有。无预警停电造成民众真无方便，真不满。当地超商也因为停电的影响，一寡需要冷冻的食品被迫扬起，所卖的热锅嘛无法度加热，冲击营运。好在经过台电积极抢修，停电敢若21分，无造成重大影响。由本厂送电的1号配电变压器发生了冷却电源跳脱的事件，导致变压器停电。影响到古冈馈线以及金门城馈线。对于停电造成的不方便，台电出来回释的，那是变压器跳脱的原因，目前也搁伫咧查修。记者综合报道。加上请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对于5月初一开始是进入风台期，台北市政府即马有新的宣布，讲拄着风台也是大水雨，只要市府是宣布讲要管制水门，这样的车敢若会当驶出去，袂使驶入去，而且4点钟后就会开始拖车。来关心联合报，花莲县长的负责人一家伙仔，一口罩8个人，互指控讲是假影，得着忧郁症的精神疾病，去病院看医生了后，互指控讲摕不实的诊断书去诈领6000多万的保险费。检方是依照早期罪起诉，不过台北地方法院即马是认定讲，检举的人不是专业的医疗人员，对于因这家伙仔这个家族的病情是唔知影的，袂当推断讲因是咧假影破病，所以判这8个人无罪。来关心中国时报，本土的高资病例过去1礼拜是增加15例，这是创下过1礼拜的新高。其中有13例是本土病例，因为潜伏期有21天，所以疾管署是预估讲这波流行会继续到5月初。来关心中营航空小连续突锤，真正是拖飞机的时去弄着。17个时，佮传出本地飞行机就要起飞啊，结果绳啊煞无挽起来。航发协会即马是表示，万不至无挽起来，飞行机是无法度转弯，飞起来时嘛飞袂悬。若这层意外是影响旅客耽误25分钟。地勤人员将机片下面的插销救出来，摕伫手，互机组员清楚看到飞行机就当准备起飞。这是客机起飞进前标准作业流程。不过，长荣航空17早起，一架由松山飞往羽田 VR192航班，原定早起7点半起飞。飞行机进入出行道的时，长荣航太机务人员发现班机皮轮转向插销无救出来，通报航务组甲松山机场塔台协助，互飞行机暂停伫出行道。机务人员前往将插销救出来，确认安全，慢25分才起飞。前舱驾驶员他要在开始飞机滑行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去控制他的这个方向哈。这个当然他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这个鼻轮插销没有拔出。插销如果没有拔除的话，会产生的状况是：第一个，飞机无法转向；第二个就是飞机只能飞到1万尺的高度，飞机因为无法施压，就必须要返航。经技师指出，插销的作用是伫客机停好势了后，防止机头转向，起飞进程都会依照标准作业救出来。若无救，飞行员伫出行的时候明显发觉，到底是倒一个环节出错，要爱等相关单位来厘清。长荣航空技师同时也是长荣市技师职业工会董事长李信健分析，长荣伫24点钟内连续发生拖机造成2机烧龙架，插销无救出来就被起飞，集团需要重新检讨电力问题。在维修飞机的长荣航太的
那个员工部分，然后还有包括长荣航空本身自己的地勤人员，其实人力都是短缺的，加班会超时，那就是或者是说想要休假没有办法休假的情况，安全风险相对就是增加的。技术工会指出，地勤甲航勤人员拢是航空专门重要职员，工作范围唔单是搬行李甲开车，拢需要专业航空知识甲一定时间训练。疫情了后，旅客回流，也毋过地勤航勤人力也在流失，也是集团安全隐忧。记者综合报道。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多名年轻投票系统有指控美国福斯电视这个官司案在18日时，双方达成和解。福斯电视甲多米克投票系统有一场真受关注的审判，在18早起选定陪审团下晡开庭定述，在福斯甲法官的宣布之下，确定和解。Today's settlement of $787,500,000 represents vindic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Lies have consequences. The truth does not know red or blue. 福斯声明本案和解反映福斯公司对新闻相关标准的承诺，希望咱的决定延步上后期解决加多米克投票系统的争端，毋是在有分歧的审判当中暂时应对和国家因为这问题当中继续向前。这和解也让福斯被辩护关知名度人物被端翻，其中包含92岁福斯新闻董事长梅朵、执行长苏珊·史考特等人。总部伫丹佛的多米克投票系统针对福斯讲因公司的算票系统操控指控美国总统大选将票数败转，互川普败选的提告，求偿16亿美金。多米克投票系统表示，这讲法是无影无迹，也造成公司真大而且无法度挽回经济损失。公司新闻恩文玲评价。另外，在美国的密苏里州有一个16岁非洲的查甫囡仔，因为饲电铃要找人，结果伊是饲唔到警厝。这个厝主是一个80多岁的白人，看到外口有一个黑人囡仔在饲电铃，抓准是要甲伊攻击，竟然对这个囡仔直接开枪，嘛甲这个少年囡仔弹着伤。厝主尾也是防指控伤害罪，若检方认为这个案件有牵涉种族歧视。堪萨斯市85岁白人男性莱斯特，17方控诉犯下一级伤害、诈武器犯罪行为等2项重罪，因为伊向一名16岁非裔少年雅尔开枪，雅尔当礼拜去接伊的双生仔小弟，也毋过惊唔到厝。I can tell you there was a racial component. Rounds were fired through a glass door. The victim in the case did not cross the threshold. He shot twice, at the head and arm. 检察官表示，案发时双方无对话，若莱斯特伤害罪成立，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查武器犯罪行为成立，可能上关15年的徒刑。We enforce the laws and we follow the laws, and it does not matter where you come from, or what you look like, or how much money you have. 雅尔洪枪击了后，堪萨斯市连续2天有街路抗议，示威者大声喊：“黑人的性命受到攻击，来站起来反击。”各界标记亲门铃也无犯法。雅尔目前伫病院的情况稳定。根据法院文件，被告莱斯特甲警方讲，伊因为看到雅尔体型身高超过180公分，就是对方要弄门入来。迄当时惊到要死，开枪了后也随报案。密苏里州有一项法律，允准厝主使用自身的力量来保护家己，避免受到可疑入侵者的伤害。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那美国联邦调查局17日时抓到2个查甫人，因方指控是在纽约中国城设一个秘密警察局，做中国政府的伙仔，做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嘛影响司法的公正。这2个人落尾是以美金25万加40万交保。美国的检方批评中国侵犯美国的主权，不过中国驻华府的大使馆并无做出回应。伫无啊甲水暗加面炸掉的罗建旺律师会快速离开纽约东区联邦法院，伊甲陈金平和美国政府指控成立营运秘密警察局，互人逮捕。17头一届出庭 ，CNN 报道2个人分别以25万加40万美金交保。面对媒体质问，罗建旺拢无讲话。这栋伫曼哈顿中国城的大楼外壁有打美国中陆工会真醒目的红字，就是美国检调锁定，好亲像秘密警察局的所在。
因两人拢捌出席伫去年福州建桥事务海外服务站成立的活動，檢方認定是受到中國官方指揮成立的，主要是咧追蹤甲騷擾政治立場無共的人。The defendants will be held accountable, and the MPS is on notice that we will not tolerate similar threats to our national sovereignty. 两个人面临面无做中國政府代理人妨礙司法公正這個指控。雖然中國當局把否認運作海外警察局，講是海外服務中心，不過美國檢調已經掌握打擊異議人士的事情。維吾爾族的美國律師，嘛是哈德遜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托凱爾。肯定美國政府的做法，也講無應該用阮這種行為。The abrasiveness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take that kind of actions on American soil is bone-chilling. 美國檢方嘛指控34個中國公安部官員隸屬912特別項目工作組，創造千外個假的網絡角色，對中國境外中國民主人士加不共意見的人加騷擾、輕視、威脅。另外有10個人，包括6個公安官員，互人過協助中國政府審查甲刪除佇美國科技公司平台發表對於政權不利言論的使用者。記者綜合報道。繼續關心俄羅斯當地正出名嘅人權運動者，嘛是反戰的記者卡拉姆扎，伊是和莫斯科法院以叛國罪判刑判25年的有期徒刑，這是俄戰爭以來判上重的例。卡拉姆扎律師講一定會上訴，若聯合國和歐盟嘛攏譴責這項判決。新疆自然聽判決的俄羅斯知名異己分子卡拉姆扎，17予莫斯科法院判25年的徒刑，理由是違反叛國罪，佮調降誹謗俄羅斯軍方。這是俄國入侵烏克蘭以來上嚴厲判決。41歲卡拉姆扎有英國雙重國籍，是記者也是人權運動者。伊多年來攏直接批評，堅持甲俄羅斯總統普丁徛對立，來遊說西方政府制裁違反人權的俄國政府甲特定個人。卡拉姆扎捌控訴俄國安全部門2擺對伊下毒，雖然躲過一劫，毋過伊也安尼，常常會造成半歲的神經疾病。俄國出兵烏克蘭了後，伊發起反戰示威，伫4月伫莫斯科轟炸，防止控叛國瓦俄國軍，甲散發有關烏克蘭戰士的不實信息等罪名。判決指出，聯合國甲歐盟雖譴責英國政府是要求隨將伊釋放，連行為尷尬的知名反對派人士納瓦尼攏佇各中為發聲。Тем приговором, который был вынесен сегодня Владимиру Карамурзе, он получил 25 лет. И я приговор это расцениваю как незаконный, бессовестный и просто-напросто фашистский. 卡拉姆扎律師已經表示會上訴，克里姆林宮是無發表評論。俄國去年入侵烏克蘭了後，都用戰時審查法專門壓制異己，那誹謗軍隊相關會當處5年徒刑，調降散布有關軍隊的假信息會當處15年徒刑。公視新聞7萬人評論。在俄戰爭頂懸，波蘭是正支持烏克蘭，也毋過波蘭即馬是宣布講要禁止對烏克蘭進口米冊，伊嘛無要互因的產品過境。原因是因為烏克蘭的米冊傷俗啊，會害波蘭的農產品失去競爭力。烏克蘭的政府趕緊派官員專工去波蘭，希望波蘭會當解除禁令。那歐盟是表示，規個歐盟是一體的，無法度接受有國家單獨實施禁令。伊向挺烏克蘭的波蘭15起對烏克蘭部分俄國產品用出禁令，部分進入口也未當過境。原因是俄烏戰爭了後，烏克蘭俄國真歹為俄亥出口，佇歐洲大量供應，繼續壓縮，讓波蘭農產品失去競爭力。My uważamy, że Ukrainie trzeba pomagać. Myślę, że wszyscy Państwo wiedzą, że tutaj nie trzeba nas do tego przekonywać, ale koszty tej pomocy Ukrainie powinny być rozłożone na wszystkie kraje Europy, a nie tylko na kraje frontowe, a tu szczególnie chcę podkreślić na Polskę. My się z tym nie zgadzamy, bo to szkodzi bardzo naszym rolnikom. 用類似措施也有匈牙利甲斯洛伐克，其中中歐甲東歐國家也考慮這個做。基輔當局當日甲波蘭政府協調，希望華沙解除禁令，至少開放予俄國的食品到俄國過境。歐盟是表示，個別國家單方面執行禁令未當接受。
Unilateral action is not possible under EU trade policy. 目前，和乌克兰5国的安全出口的乌海协议，后个月18日就会到期，敢会当延长唔知影。那波兰警告，无解除禁令乌海协议，佮无法度延期，到时阵会有数百万吨的五国滞留伫乌克兰境内。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欧洲议会开大会，今仔日会讨论欧盟和中国的关系。欧洲一寡头人拢强调，台海和平是欧洲和中国关系好歹的关键。嘛认为欧盟2019年提出对中国的战略，需要因应局势，爱有做出改变。有发言的议员大多数嘛拢挖规屏批评中国支持台湾。继续关心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是去俄罗斯访问，两国的国防部长有举行会谈，双方拢讲会坚定互相支持，而且嘛拢强调反对外部的势力来干涉内政。继续关心，要伫网络找资料，一般大家拢是惯势用 Google 市占率才超过8成。也毋过，微软 Microsoft 即马宣布推出结合 AI 技术的Bing超找功能了后，风声南韩的三星拍算要用 Microsoft 微软的Bing来取代手机内底 Google 的功能，致使 Google 母公司的股票价格随落2.66%。若中国透过 WTO 通知咱台湾，讲要针对2450个项商品来进行贸易障碍调查。咱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是表示，咱台湾愿意透过 WTO 来协商，这嘛是上好的方式。中国商务部进前公告，要针对台湾2450个项商品进行贸易比率调查，佮透过中国 WTO 代表团通知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在 WTO 结果之下协商是上好的方式。中国是透过 WTO 通知台湾，那因此我们也愿意在 WTO 的架构底下来进行协商。好，针对2455项产品，那么行政院的经贸办公室跟经济部会针对这些产品的调查，那做出最妥善的因应。这摆中国所进行贸易比率调查，内容涵盖农产品、五矿化工产品加纺织品等2455项台湾商品。调查会继续到5月，上班可能伫明年1月10日结束，也就是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台商在中国大陆生产 PCB 的比重也相当的高，所以在 PCB 的供应链有很多都已经到中国大陆去设厂。所以变成说，将来假设贸易壁垒万一不幸真的实现的话，我个人是认为说对 PCB 的产业影响不大。经济部长王美花也证实，这是中国第一摆透过 WTO 代表团管道通知台湾。目前台湾已经启动跨部会讨论进行。中国在贸易壁垒这个确实是第一次。那在过往有在 WTO 的场域呢，针对这个反倾销的这个案子呢，有简单的这样书面的意见，但是也没有正式的这样的沟通。我们政府之间呢，也已经启动这个跨部会的这个讨论。王美花表示，中国针对贸易比率调查大起案，未来会由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组织，经济部也会就产业面进行相关分析，后续也会密切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哪赢国民党到底2024年要派上出来选是还未决定。即马是候选人之一的郭台铭是表示讲，伊讲伊家己的民调已经豆豆咧爬悬，伊嘛相信党主席朱立伦会公正做定调。另外一个选手，这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伊伫今仔日会去新加坡访问，有人认为这是伊要选总统来做准备。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结束访日行程后，早起召开记者会。不过，风声南营已经内定新北市长侯友宜参选，郭台铭恐惊无望。郭台铭讲，伊的民调当咧唱悬，相信党主席朱立伦会公正处理，嘛希望各界可以30天，伊会提出具体主张。在中美竞争中被两大国摆布，如果有一个对的领导者，台湾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脚踏实地的走出一条新中间自己的路。针对两岸外交议题，郭台铭提出3个资讯，拜托美中操控，要台湾按亚洲大药库变科技岛，
强调安全甲尊严无冲突，经济是尊严上好的基础。新北市长侯友宜讲，伊效忠国家爱人民，19会带团拜访新加坡，奉解脱是参选2024总统的第一步，保守国际学分。大家彼此的交流，互相理解，共同携手创造共荣，也让世界看到我们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嘛在本外交接见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的时，强调面对极权主义，无一个国家会当挂免战牌。中国宣布18黄海军演，民进党主席郭文哲在华府拜会美台商会后表示，这对两岸关系无帮助。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稳定世界的和平发展。这种事不会改善两岸的关系，所以越来越差。台湾还在两边的人心那个距离是变动的，所以中国还是要懂这个道理。2024假瓜配敢有可能？假台面讲会找郭文哲交换美国行的看法，嘛开始清理行程，安排北中南座谈会，亲密各行各业和基站，争取民调支持。22伫新竹台北是第一站。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拢讲台北的机会较侪，爱来台北拍拼。也毋过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资料，25岁至29岁的少年家失业率全国的平均是6.13%。啊，毋过伫台北市是6都内底的少年囡仔失业率上悬的所在，有7.5%。学者是认为讲，因为台北的工课有90%以上拢是服务业，而且薪水佫对袂着都市的物价，这是少年家头路做袂久、做袂调的原因之一。我要来去台北打拼。林强的向前行，唱出少年家的心声。不过，即摆的台北那亲像已经无啥共。有一点工作量跟薪水没有呈现一个很对比的状态。今年25岁的台北人陈小姐毕业了后，第一份工课做无偌久，就因为公司规模缩小，今年正过互人死头路。现主是哪兼行销的工课，哪找新的头路。陈小姐表示，伊身边也有袂少人甲伊同款是失业的青年。根据伊的观察，部分是因为工课类型无符合理想，也有一寡人是认为待遇甲自身的能力无符合。往往在就是这一些业主眼中，都会觉得我能压低，又用到一个好用的人力是最好的。根据主计总处的资料，去年25岁到29岁的青年整体失业比率是6.13%。过去台北市互人看做是趁钱的好所在，但是以6都来看，台北市少年家的失业比率上悬，有7.5%。学者指出，根据研究，青年族群有50%，拢是因为劳动条件伤歹，致使因离开第一份工课。台北市的这个物价水准是全台湾上悬的，伊的薪资期待水准的比其他的县市的少年人较悬淡薄。工资的水准较悬的工作机会，伫台北市这2年来有淡薄变较少啊。因为台北市有9%的工作机会拢是服务业。册读悬薪水价头路就会无稳定。学者指出，亲像欧美国家伫毕业进前会安排课程认捌未来的工课，但是台湾这搭并无看重。致使侪青年就业了后，才发现工课内容待遇无符合期待。伊建议失业青年会使参考政府提供的训练计划，找找新的就业专长，做有兴趣、薪水有法度接受，才有可能做会调。记者顾问曾俊佑新北台北报道。台中有一个国校6年的查某囡仔，去年12月份的时是互同学霸凌，尾下呢家长是出来指控讲，刷落来佫拄着老师霸凌。家长是表示，老师伫代志发生了后，煞甲这个囡仔点记做记号，而且佫要求其他的同学莫介好，唔通介行伤近，佫逼其他的学生爱讲白菜传口径，讲这个查某囡仔是和其他查甫囡仔有不正常的关系，害这个查甫囡仔佫受到第2届的伤害。读国校6年的查某囡仔，挖伫学校的走廊的栏杆，这款的画面，互家长看到是又搁唔甘又搁烦恼。原本一开始是霸凌的事件，最后煞变作是性平案的调查对象，也互查某囡仔的心甲心拢受伤。以前回家是开开心心跟妈妈聊天的，现在回家都不讲话，直接进房门。平常不是这样子啊。
去年12月，这个读台中西区一间国校的查某囡仔，敢若是因为互同学霸凌，去甲老师讲了后，拢无消息。家长家己出面来协调。这个同学虽然最后有向查某囡仔回失礼，而且阁写悔过书，但是老师煞伫个代志发生了后，叫其他的同学毋通挖进查某囡仔。今年1月，也阁要求其他的同学做假证据，讲查某囡仔甲其他的查甫同学有无正当的关系，而且阁向校方来检举，启动性平调查。这个案子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只是生对生的霸凌案，老师只要处理得宜就好。那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参与进来，变成他去设计、去霸凌小安，然后去设计整个性平的案件？林本基金会认为讲，这个老师毋但将霸凌案掩起来，也阁对查某囡仔做记号，而且调查根本都无的性平案，已经无适合做老师。调查的过程嘛真暴力，校方表示已经组一个调查委员会，这个老师嘛伫个3月底，互人暂停职务。赶紧调查以后，然后就是依照调查结果来做最适当的处置。那教育局这边会持续督导学校尽速完成调查，还原事件的始末，来厘清真相。台中市教育局表示，除了会追究校方的行政责任，嘛已经开始甲这个查某囡仔辅导，也阁会调查这站老师对学生的霸凌事件。记者综合报道。那高雄凤山的自费关怀学园，长期拢有安置辅导少年。想要到即马是有员工和医生出面指控讲，学园甲一寡歹管教的囡仔关起来，甚至搁到监视器甲监控。另外，为着要趁一寡经费，因会甲过期的食品改一期了后，搁摕出去卖。虽讲学园是有出面赔回，也毋过社会局甲卫生局已经介入调查。医生困伫涂骹，问候无愿意互关起来，医生是弄甲密密麻麻。当期受委托安置辅导少年的高雄凤山自费关怀学园，有已经是透露的员工和前医生，则被伫民代陪同之下，逼园内互医生超时做工课，造成受伤。不顺他们的意，或者是觉得说他们需要调整作息还是什么的，就会直接把他们关进去。因拄了真侪摆，甲认为歹管教的医生关起来，涉嫌妨害自由。前医生阁指控讲，因四个找经费开的胖店，甲过期的食品改标签在卖，做胖的空间有够嘛无啥卫生。东西掉到地板，他也要拿去做过期食品，他拿去楼下，然后又假装说是新的，然后拿上来，又让人家重新做。面对指控，主任是承认讲园内有隔离房是因应防疫才有的。目前有一个中度智能障碍的医生，情绪无稳定，家己住伫遐。玉米浓汤在邻居的头上，那前些日子又丢石头丢到一个老人家，那导致这个老人家受伤，所以我们基于安全的起见，所以先让他进去套房里面住。园方解释讲，有改标签是因为有医生无设置甲有效的期限3天，拍做30天，到是因为有医生放伫椅仔顶，未来加强管理。高雄市社会局和卫生局早起嘛去稽查，卫生局讲确实有查到过期的原料，会依法来罚。查获预期蛋黄液、柠檬原汁及巧克力等原料。后续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第1项第8款暨同法第44条规定，处6万元以上罚款。另外，园方为了预防发生暴力事件，伫医生的房间内装监视器。社会局表示讲，照机构评鉴的指标，房间内是袂当装监视的设备。社会局会要求改善，由照顾者以正接顺路的方式来管理，嘛会通报劳工局对医生的工时、薪水这问题来稽查。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请合欢山的粪扫，有一阵之间发起摒山的计划，是白扫落去山坎捡粪扫，2天内就捡到4栋的粪扫，有捡到机车，有捡到油桶，甚至有捡到蜡枪。伫安全部啊，白扫啊30外的前山市港15开始伫合欢山大武岭第14甲路段，港甲下平30公尺的山坎顶悬，冒险捡者互人劈入山谷的粪扫，过程当中常常互气顶插伤，要将大型粪扫捡起来也是件困难的代志。你中弹了，对，刺进我肉里面，痛哎！我刚刚手套吃进去，觉得好痛哦。教练辛苦了，教练快辛苦了，教练辛苦了。清环志刚16号转去台北线滨凤山新店山口继续进山，连续2天清出4栋的粪扫，其中竟然还有油桶汽机车，甚至蜡枪，有的看起来已经是真久啊，有的是最近才拼的。有油桶，有洗衣机，
什么垃圾都有啊，这个非常的辛苦啊，大家都下去下面捡垃圾啊，技术性上难度也很强，因为这个边坡啊有很多杂草啊，然后也有很多刺藤，然后有一些伙伴因为这样子稍微有一些刮伤受伤啊。这工强调平本做真简单，按过要清运起来算真困难。呼吁民众经过山区，且将家己的本草炸落山，平地山区的本草未消失，这对环境造成伤害。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美岛的海墘啊，这2年有看到青皮杜丁入侵，而且数量是愈来愈多，因为青皮杜丁真够生团。农作物互因食了，甚至会攻击民众饲的土啊。这青皮杜丁的灾害，真侪县市拢有，而且拢真头疼。学者是建议讲，总共有发现青皮杜丁族群要紧抓起来，避免生团，才袂互因生甲规大阵。凤家强日头真美，2只看起来真大只的青杜丁是徛伫个肉粽角顶悬，卖事真欢喜在曝日。青杜丁这几年是大量出现伫个高雄美岛的沿海地区，徛街边啊含电火条啊顶拢会当看到。若偷食农作物，搁甲人饲的土啊夹死。是被咬到只剩下一半，对，嘿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这阵子越多越常见啊，以前可能1个月看一次，现在好像2、3天就会跑出来让你看一次了。外来种的青杜丁因为生态力真强，而且即马当是生态期，数量是侪甲互居民看甲拢习惯啦。嘛认为讲最近是加伤济啊。农业局是表示讲，高雄对去年甲打到已经掠到5000只。去年大约捕获了5000只左右的绿鬣蜥，目前在公园或者郊区都可以发现。高雄，譬如说那个红树林、东港海边那个渔屋，那个前几年一直就已经有了，但是就是数量少的。那因为它族群密度低，政府在追求数量的时候，委外的那个厂商他们就不会去抓。目前伫南部的台南、高雄和屏东的沿海郊区，拢会当看到青杜丁。学者提醒讲，政府应该趁青杜丁即马出现伫新的地点，数量也无较济时阵成立，互因活动的范围减较细咧，才袂愈来愈济变做族群，才危害生态。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是禁止进口咱台湾真侪农渔产品，所以进前咱的农委会有推动班食酒班，要互学生囡仔食酒班。即摆往来搁要大出啦，往来产销76联名就宣布讲，要甲往来加入营养午餐，加入学生囡仔中昼顿的菜色。头一批已经供应100栋，互20间学校。用下皮机器无到10秒钟，往来皮完全是去除，再搁甲往来切丁杀来，总铺师先甲往来煎好切，加入各种物件来调味，再放入去肉片来炒，就变成一道往来炒肉的菜。为着要增加国内往来消费量，往来产销策略联名甲学校营养午餐合作，推动往来入菜。第一批20间学校采买100栋。请代工厂来协助，把原果去化，把这个皮去掉之后，形成了团扇可以用的所谓的这个规格化的一个食材，它是比进口的这个凤梨罐头是便宜的。往来入菜当做成糖醋排骨、甜汤等各种的菜色，不过一开始讲要合作，又会面对着困难，包括无共业者想要无共介绍的产品，另外下皮真麻烦，团扇业者较袂爱。即马初步先由加工业者彻底来供应，往来策略联名表示会慢慢扩大合作量，但承认即马要班有往来是有困难的。那如果大家一起来采购，也许就有机会从100变500啊！昨天有一个新闻说，班吃凤梨，我就觉得那就有点太未来的愿景。国内往来已经进入采收的高峰期，中国继续来禁止台湾往来输入，是不是由农委会继续带头来推动班有往来的？农粮署严正驳斥无这款代志，但又搁表示希望提高国内消费量。后一个阶段要达到50间学校300栋，往来策略联名对学校的通路是抱着期待，希望会当疏解往来送入批发市场的压力。记者李俊梅、郭俊霖台北报道。讲到台北的大稻埕，除了人拢知影讲，遮有卖南北货。伫永早日本时代时，遮嘛有真侪剧院。伫属这个所在，嘛有人甲合作戏曲。4月底到5月初，大稻埕会举办戏村大稻埕的活动。25场传统戏曲会伫15间老厝内底表演，要互戏迷有无同款的感受。这几年来，这个戏业造成所有的经济非常的无好。
用布袋戏做开场，将老厝的天际转做表演舞台，找来比白南北馆布袋戏顶表演，要呈现日本时代大稻埕古乐文化形象。第七届戏村大稻埕活动要起鼓，主办单位表示，过去这是台北的商业中心，所以有真侪剧场、厉害艺术组织。过去大稻埕就是一个戏窟。为什么戏窟呢？因为大家会来到城隍庙或者是慈圣宫前面，有底下看演出。台湾的布袋戏比如讲有歌戏也好，唱歌念曲拢好，或者少年一代会知影讲咱较早农业社会，咱日常的生活娱乐主要是啥物款？ 4月底到5月初，戏村大稻埕活动有25场的传统戏剧，在15间老厝内底表演。由于各界拢咧烦恼文化流失，少年艺术表示，只要有演出的机会，文化就有传承的希望。伊毋捌看过好看的布袋戏，第二是语言的关系，第三是伤少演出的机会。 艺术表示，其实传统的建筑就是爱好表演文化有较接出现机会，透过大稻埕老厝的空间，无论结合酒吧还是册店，毋但是互戏迷有无同款的体验，嘛是互传统的文化找新的出路。记者点入小凯台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咧。 疫情等候，观光开始咧恢复，厝市场嘛要迎接游客，也毋过即马是拄到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是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即马雪是减少啊，嘛影响相关的产业。有奥运厝市选手就出来表示，呼吁厝市比赛嘛爱响应净零排碳。欧美厝市场即马嘛开始咧实施节能减碳，要拼转型。 我意大利的法国拉普拉涅塔朗泰斯是有名的出色场地，所面临另外更加严重问题。暖化造成水量减少真多，这种不得不该发展，但发现已经成完了。气候变迁地水暖化影响关山水量情形，在这几年愈来愈明显。受冲击的除了出色观光，也有出色运动比赛。 We're the first to suffer from the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The mountains are our playing fields. That's where we practice our sport. So we need to change to protect them. 暖化冲击出市场营运，根据法国调查，出市场产生的碳卡价，88%拢来自游客，包含交通、大甲食物者的需求。营运维护甲地方管理只占12%。 有当天先经里面法国阿尔卑斯山莫尔基纳出市场采取系列节能措施，包含减低升降设施使用时间，使用真少适量的软体来减少自设机运作，换节能照明。 减低营业时间等等，以出色观光出名的美国科罗拉多州，就真有敢讲，早伫10多年前就意识到环境问题，慢慢使用绿色能源甲设施，暗过依然有无够的所在。All the operational things we do, hydroelectricity, local beef, electrified buildings, those are really important. They're part of being a good citizen and good business management, but they're not a climate change solution. 桑德勒讲，立法补助出色业是上直接的经济援助，暗过并是长久的办法。透过政治方式善用科技，才有可能减缓地球环境暖化脚步。在气候战争当中，为人类遵守争取一线生机。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 南美洲的厄瓜多外海的加拉巴哥群岛有丰富的动植物的生态。上新的科学考察，在400公尺至600公尺深的海底，即马是发现几大片有2公里宽、正青年的酸乌礁。 科学家伫太平洋的东部，离厄瓜多海岸大约1000公里的加拉巴哥海洋保护区，发现一种毋捌看过的深海冷水酸乌礁。规片酸乌礁有2公里宽，是伫海平面落去400到600公尺遐，真正拢无人去过海底的火山凝质，而且有超过50%拢是活的酸乌。No hemos encontrado arrecifes de este tipo. En esas profundidades tan extensos y desarrollados, tienen por lo menos varios miles de años, si no mucho más, de crecimiento y están en estado pristino, que es muy importante a nivel mundial. Muchos de los sistemas profundos
están degradados por cientos de años de diferentes tipos de perturbaciones humanos. 这个是美国、厄瓜多、英国等等几大个公司立的研究机构做伙进行的海洋科学考察，利用创水器伫海底翕这几大片天然元素的酸雨带。科学家本地是认为讲，经过1982年和1983年两场盛行气候，加拉巴哥群岛唯一一个留下来的加拿大达尔文岛海岸附近的威灵顿酸雨带，但是即摆新发现，证明还有其他的酸雨存在。Porque se tratan de ecosistemas prístinos, nunca antes monitoreados, nunca antes estudiados. Nuestro compromiso es continuar con el monitoreo para salvaguardar los ecosistemas y la biodiversidad que aquí hemos encontrado. 厄瓜多伫去年甲总面积138000平方公里的加拉巴哥海洋保护区，搁扩展6万平方公里来保护加拉巴哥群岛和哥斯达黎加的科克斯岛，中间特别消失的物种。科学家指出讲，加拉巴哥海洋保护区敢若有无到5%的海域是方研究过，也有可能有搁较侪元素的酸雨带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中南部久无落雨，也毋过即马雨水要来啊！今日下晡开始，咱会受风面的影响，按算下暗雨就会愈落愈大，尤其伫山区雨脉落较粗，这波春雨会落3天。另外，伫今仔日是因为有西南风会增强，所以伫东南部有可能会透小风，温度会升真悬，乡亲爱细致。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3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有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有34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是29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